你明明嘛介意我的话，带我去找你。我的代志拄头尾讲有需要甲伊讲，还是真正有附身这款代志？我都说你吼，用真正的系统去调查都开危险，代志大条了。你的开口甲你的表情，哪会甲伊遐共？比我遐尼近，是要甲我偷情吗？我感觉曾楚威一直无法度甲你放袂记咧。足久无看呢，想我吼？想，那会毋想？但有一阵嘛无见面啊。有时阵无法度忘记一个人，无一定是因为爱，嘛有可能是因为怨恨啊。